美國最大嘅計算機存儲芯片製造商美光科技，嗰業績真係犀利到爆。週四嘅數據剛剛出爐，直接令成個行業都沸騰起身。點解美光咁犀利呢？全靠依家焦火嘅 AI 基建熱潮。而家全球嘅大企業同政府都喺瘋狂咁砸錢搞 AI， 同 AI 訓練、推理系統密切相關嘅存儲芯片，嗰需求旺盛到不得了。就以美光嚟講啦，佢嘅數據中心業務營收暴增，好似 HBM 存儲系統同企業級 SSD 都係業績增長嘅大功臣。而且之前一直唔掂嘅智能手機同 PC 端存儲芯片，喺 AI 智能手機同 APC 嘅帶動之下，開始觸底反彈。消費電子端存儲芯片需求亦都跟住飛起。截至2月底嘅第二財季，整體營收同比大增38%，達到80.5億美元，遠超分析師預測嘅79.1億美元。同 AI 數據中心建設相關嘅存儲芯片業務營收仲直接翻咗3倍，調整後攤薄每股收益漲到1.56美元，淨利潤大幅擴張，毛利潤都相當可觀。美光喺業績展望中表示，截至5月底嘅2025財年第三財季，總營收預計可以達到88億美元左右，呢可比華爾街分析師預測嘅85.5億美元高好多。Non-GAAP 調整後攤薄每股收益預計約1.57美元，亦都高於分析師預期嘅1.48美元。反映到股價上，美光今年以嚟已經漲咗約22%，遠超標普500指數。財報發後，盤後交易股價一度漲超6%。喺財報公前，華爾街投資機構就瘋狂睇漲，富國銀行俾美光130美元目標價重新增持評級，仲有好多機構都俾出咗130美元嘅目標價，花旗仲直接睇到150美元。美光管理層表示，數據中心嘅基礎設施組件需求強勁，傳統嘅智能手機同 PC 端存儲芯片亦都係復甦，特別是 HBM 存儲系統需求暴增，令美光數據中心業務營收翻咗3倍。AI 同存儲芯片有咩關係呢？人工智能大模型訓練同推理對 HBM 存儲系統依賴度超高。HBM 速度快，能耗低，延遲少，同英偉達嘅 AI GPU 配合得簡直無得彈，能夠令 AI 大模型高效運行。投資者們普遍睇好2025年存儲芯片需求，尤其是喺英偉達 AI GPU 強勁增長帶動之下 ，GPU 必搭載嘅 HBM 強勁需求。點都好啦，美光可係英偉達最核心 HBM 存儲系統供應商之一。高盛預計 HBM 市場規模從2023年到2026年複合增速能夠達到100%。美光呢啲主要玩家肯定賺到盆滿缽滿。而且依家嘅領域不斷有新突破，好似 DeepSeek R1嘅出現，掀起咗細訓練同推理嘅效率革命。未來嘅大模型開發更注重低成本同高性能篩算力基礎設施需求會更旺盛。美光嘅 HBM 存儲系統同其他存儲產品肯定會持續受惠。2025年存儲芯片需求勢頭仲要猛漲，美光呢股價前景，華爾街都一致睇好。未來會點樣？我哋就拭目以待啦。